2008年，香港係短短幾日內接連發生咗3宗鳳姐命案，兇手係一名巴基斯坦男子，3名遇害者均為30歲左右嘅大陸移民，死因相同，皆被毛巾或布條勒死。發現時遺體大多呈赤裸嘅狀態。然而，就喺警方將呢名鳳姐殺手繩之以法之後，香港竟又連續發生咗多起類似案件。更詭異嘅係，呢啲新案件嘅作案手法同獄中鳳姐殺手當初嘅殺人方式如出一轍。2008年3月14號，香港警方接到咗一起報案，報案人稱自己嘅妻子失蹤咗。佢嘅妻子名叫史明蘭，35歲，係一名鳳姐，一名叫做 Coco。呢度解釋一下，鳳姐係香港人對從事性工作女性嘅別稱。事情嘅起因係3月13號，史明蘭離開屋企去接客之後，並冇好似往常一樣接完客就馬上返屋企，而係一晚上都冇返嚟。等報案人察覺到唔對仔，俾妻子打咗好幾通電話，亦都冇人接時，擔心妻子嘅報案人就喺3月14號凌晨去咗史明蘭接客嘅地方，亦即係元朗同樂街22號2樓。到咗房門前，報案人才發現史明蘭用嚟接客嘅房子雖然大門緊閉，但係接客嘅燈卻係亮住嘅。呢跟史明蘭嘅習慣大相銹停，於是佢就報咗警。警方趕到現場之後，立即破開咗房子嘅大門。可等警方入去以後，卻發現史明蘭渾身赤裸，俾人用花灑嘅軟管勒死喺咗浴室，身上嘅1000幾蚊現金以及2部手機亦俾人攞走。睇見史明蘭已經遇害，警方當即叫嚟咗法醫，俾法醫對史明蘭嘅遺體做咗初步嘅屍檢。屍檢結果顯示，史明蘭嘅死亡時間已經超過咗10個鐘頭，死因為機械性窒息。之後，針對史明蘭嘅死，警方迅速展開咗調查。可由於史明蘭係一名鳳姐，社會關係亦都十分複雜，警方並冇揾到任何有用嘅線索，只能夠按照固定程序喺附近進行走訪調查。就喺史明蘭遇害一案仲未有查清楚事實，3月15號有一個鳳姐被殺嘅消息傳嚟咗。受害者名叫孫秀敏，30歲，一名叫 Bobo 係俾人用枕頭悶死㗎。第一個發現孫秀敏遇害嘅係佢一位姓楊嘅好姊妹。楊姓女子話，3月15號當日，孫秀敏俾佢打咗個電話，話自己接到咗一個好麻煩嘅客人，俾佢過嚟幫自己一下。於是楊姓女子立即前往孫秀敏接客嘅地方，香港大埔華人街25號2樓。當晚大概10點過10分嘅樣子，楊姓女子到咗樓下，剛巧撞見咗一個神色慌張、睇上嚟大概20幾歲嘅亞裔男子，從樓梯真跑咗落嚟。睇到對方係個陌生面孔，楊姓女子便冇在意，而係上樓嚟到咗孫秀敏接客嘅地方，並開始敲起門嚟。見敲咗好一陣門冇人開門，楊姓女子就揾出咗孫秀敏俾佢嘅備用鎖匙。結果楊姓女子一打開門，就睇見孫秀敏不省人事嘅倒喺咗客廳地上，客廳裏明顯有被手刮過嘅痕跡。楊姓女子當即就報咗警，之後將孫秀敏送到咗醫院。經過醫生嘅全力搶救，孫秀敏最終仲係喺3月16號朝早8點搶救無效去世啦。前2種案件都仲未有查清楚。3月16號，警方就又收到咗一個壞消息，喺大埔廣場福道80號4樓，一名叫做謝巧媛，一名期期時年35歲嘅鳳姐，亦都遇害身亡啦。3月15號，謝巧媛嘅朋友見點都聯繫唔上佢，就去揾咗紫藤社求助，亦即係香港專門為性工作者服務嘅義工團體。第二日，紫藤社社員幫謝巧媛嘅朋友報咗警。3月16號中午12點40分，接到報警嘅警方嚟到咗謝巧媛所住嘅大福廣場北道80號4樓，結果一打開門，發現謝巧媛已經遇害咗。佢遇害時同孫秀敏一樣，都係倒喺客廳度面。警方初步檢查之後發現謝巧媛係俾人用毛巾勒死嘅，屋企有被搶劫嘅痕跡，並且謝巧媛嘅手機亦都唔見咗。將幾起案件並案調查之後，警方好快發現咗幾名受害鳳姐嘅相似之處，佢哋都係從大陸移民到香港，年齡亦都均喺30歲左右。而就喺呢個時候，警方又得到咗一個至關重要嘅線索，謝巧媛嘅手機喺案發後俾人使用過。於是通過查找手機定位，警方得知兇手喺16日殺害謝巧媛之後就逃往咗澳門。就喺警方全力追查嫌疑人嘅行蹤時，
另一條案件線索浮出咗水面。3月17號白天，警方接到報案，第4名遇害者被發現。佢叫譚小芬，一名艾米，時年27歲，遇害地喺北角電氣道96號1樓。佢嘅手機同屋企度嘅財物亦都被兇手洗劫一空。警方到達現場嘅時候，發現韓小芬舌頭突出，鼻孔滲血，遺體旁邊倒咗一根毛巾，地上仲散落住2個避孕套嘅包裝袋。3月17號晚上9點左右，香港警方成功喺澳門碼頭逮捕咗嫌疑人，對方係一名巴基斯坦裔青年，名叫拉扎克納迪姆，時年24歲。但係奇怪嘅係，拉扎克落網以後，承認咗自己就係殺害前3名死者嘅兇手，但係呢，對於譚小芬嘅，佢卻表示同自己無關。咁與此同時，警方通過分析譚小芬遇害時嘅作案手法，發現其與拉扎克嘅慣用手法存在住顯著差異。此外，案發時拉扎克已經身處澳門，因此警方亦都確認佢並非殺害譚小芬嘅兇手。於是，警方一邊對拉扎克進行審訊，一邊派出人手單獨調查譚小芬案嘅兇手。而同前3名死者嘅調查思路一樣，警方通過調取譚小芬另一部手機嘅通話記錄及電話簿，調查咗譚小芬生前嘅朋友同客人。除此之外呢，通過定位譚小芬被盜走嘅手機位置，警方發現譚小芬被盜走嘅手機偶爾開機，手機信號嚟自於柴灣區。根據呢一條線索，警方喺3月21號下晝5點趕到咗柴灣區，並喺柴灣區漁灣村捉到咗兇手。令人冇諗到嘅係，呢名兇手唔係別人，正係譚小芬嘅丈夫。被捕之後，譚小芬嘅丈夫承認咗自己殺害妻子嘅事實，並交代咗自己嘅作案動機係為謀財。男子話佢當時欠咗好多錢，而就係因為佢債台高築、走投無路之際，佢聽講咗3宗鳳姐案嘅發生，於是佢就將目光放到咗同樣係鳳姐嘅妻子身上，之後便係模仿拉扎克嘅手法殺死咗妻子，並企圖轉移警方嘅視線，將妻子嘅死嫁禍俾拉扎克。另一邊，對於拉扎克嘅審訊亦都有咗結果，佢向警方交代咗自己專挑鳳姐落手嘅原因，以及具體嘅作案過程。拉扎克係出生喺巴基斯坦，佢之所以選擇喺香港作案，與其童年經歷有住密切嘅聯繫。喺拉扎克2歲嘅時候，佢嘅父親就帶住佢哋一家人從巴基斯坦嚟到咗香港，並喺香港大埔安定咗落嚟。因此，拉扎克不僅從細喺香港長大，仲會話一口流利嘅粵語。不過，唔知道乜嘢具體原因，拉扎克一家始終無法融入香港嘅社會，佢哋同當地人嘅關係亦都唔好。拉扎克成年之後就去咗佢哥哥嘅2手車行打工，但因為喺車行工作時不慎將車行嘅嘢整壞咗，俾哥哥趕出咗車行。被趕出車行嘅拉扎克亦就再冇去揾一份正經嘅工作，而係好似一隻下水道嘅老鼠一樣，成天喺香港嘅街頭亂竄，仲染上咗賭博、嫖娼嘅惡習，為此亦都欠賴咗唔少債務。後來喺家人嘅勸說下，佢冇再游手好閒，而係走出家門揾咗一份工作。結果工作冇趕幾耐，債務纏身嘅拉扎克反而先私吞咗客戶俾佢工作單位嘅定金，於是單位就報咗警，佢亦都因此被通緝啊。被通緝以後，拉扎克本想揾父母要錢，把定金還返去，好免除牢獄之災。但係佢嘅父母手頭同樣唔寬裕，對於佢欠下咁多債務一事，亦都十分氣憤，就拒絕咗幫助佢。呢下心灰意冷嘅拉扎克只好離家出走啦。離家出走嘅第一日，眼睇住自己被債主催，父母亦都唔肯幫自己，自己馬上就要露宿街頭嘅時候，拉扎克萌生咗搶劫鳳姐嘅想法，因為佢接觸過唔少鳳姐。知道佢哋手裏面仲係有啲錢，而且搶佢哋亦都好容易得手，將自己嘅第一個搶劫目標選定為史明蘭之後，拉扎克就敲開咗對方接客點嘅門。但睇住牆上美麗嘅史明蘭，佢改變咗諗法，佢決定先同史明蘭親熱一番。喺伺機實施搶劫完事之後，拉扎克立馬就變咗面，喺浴室縱泳，花灑嘅軟管將史明蘭活活辣死。事後睇住史明蘭嘅遺體，拉扎克慌張不已，把座位上史明蘭嘅財物同手機攞走之後就迅速逃跑啦。但詭異嘅係，成功逃走嘅拉扎克事後再復盤起殺害史明蘭嘅經過時，卻發覺自己愛上咗呢一種殺人嘅快感。3月14號，拉扎克並冇外出作案，在家休息咗一日。休息好之後，3月15號呢日，拉扎克決定再揾一名鳳姐落手。
本來第二次拉扎克都選定好作案目標，並進到對方嘅屋企啦，佢先至發現對方屋企竟然住住兩個鳳姐。因為擔心自己無法制服兩個人，拉扎克好快便灰溜溜嘅離開咗。但之後佢並未罷休，而係轉頭重新挑選咗作案目標，亦即係第二名死者孫秀敏。同第一次作案嘅方式一樣，喺同孫秀敏完成性交易之後，拉扎克將其謀害並搶走咗佢嘅財物同手機。但或許係今次作案過於順利，拉扎克並不過癮，內心又產生咗繼續犯案嘅衝動。於是僅過咗大概1個鐘頭之後，佢便前往咗同孫秀敏家只隔住一條街嘅謝巧園港。進入謝巧園嘅家後，拉扎同按照慣例打算先同謝巧園發生性關係再喐手。然而無論點樣嘗試，佢都未能夠如願。睇住束手無策嘅拉扎克，謝巧園忍唔住嘲笑起嚟，甚至譏諷佢唔係個男人。拉扎克惱羞成怒，直接用毛巾將謝巧園勒死咗，並搶走咗佢嘅財物同手機。喺拉扎克交代完全部作案嘅經過之後，警方結合收集到嘅相關證據，將佢移交俾咗檢察院處理。最終，拉扎克因殺害3人，被以3項謀殺罪判處終身監禁。判決結果公佈以後，拉扎克嘅家人在外苦苦支撐咗幾年，最終仲係選擇放奇坦舉家返回咗巴基斯坦。喺監獄中聽聞呢個消息嘅拉扎克倍感絕望。31歲嘅佢喺2016年11月3號將自己嘅背心繫喺鐵山上，喺監獄自我了結。自此，殺害3名受害者嘅鳳姐殺手拉扎克終於用死亡償還咗佢犯下嘅罪孽。不過值得一提嘅係，就喺眾人以為鳳姐殺手拉扎克落網之後，香港唔會喺出現類似嘅案子時，僅過咗8個月，一名新嘅鳳姐殺手就出現咗。2008年11月23號凌晨10分，43歲嘅鳳姐許艷香俾人發現死喺咗香港荃灣新村街36號鳳樓內。等警方接到報案並趕到案發現場嘅時候，發現許艷香嘅後腦因遭受咗重擊大量出血，頸部亦都疑似被勒過。被發現嘅時候，許艷香身上只係穿咗一件睡衣同埋一條內褲，上半身仲俾人冚咗一條血染嘅毛巾，疑似係喺接拍時俾人殺害。4日後嘅11月27號，警方又接到咗一齊報案。報案人稱自己係一名鳳姐，家住香港觀塘康寧道42號鳳樓。就喺啱啱，鳳姐殺手嚟揾佢啦。近期鳳姐殺手連環作案嘅消息，讓香港嘅鳳姐們人心惶惶。佢哋既唔敢出門，亦都唔敢接待客人，生怕遭遇偽裝成客人嘅兇手。然而，報案嘅呢名鳳姐因手頭拮據，即使知道近期形勢唔安全，仍然冒險喺屋企接待客人。不幸嘅係，佢接待嘅正係臭名昭著嘅鳳姐殺手。當時鳳姐殺手向佢表明自己嘅身份之後，就用拇指同食指企住咗佢嘅把，俾佢幾乎要窒息咗過去。但好在由於佢破命嘅反抗，鳳姐殺手最終冇能夠得逞，之後更係落荒而逃啦。隨即，報案女子向警方講述咗鳳姐殺手嘅各項特徵。據佢所講，呢個新嘅鳳姐殺手係一個力氣特別大嘅男人。佢身穿藍色上衣、黃色褲子，戴咗一個帽，仲孭咗一個斜挎包，睇起上嚟身高大約有167厘米。呢次接到報案之後，香港警方一直喺度對呢名新鳳姐殺手進行追查，可惜一直未獲得咩有效嘅線索。而就喺1年之後嘅2009年1月10號，繼上次失手之後，佢再次作案啦。呢次佢將作案地點選在咗香港觀塘牛頭角宜安街智昌大廈2樓1單元。被佢勒死嘅鳳姐姓關，47歲。大半個月後嘅2009年1月31號晚，香港紅磡土瓜灣道一名38歲嘅太極鳳姐被人發現昏迷倒喺自己嘅屋企，經送醫院搶救之後證實死亡。通過該鳳姐受傷嘅前額有淤痕嘅頸部，警方初步判斷佢係窒息致死，而同2008年3月發生嘅鳳姐連環被殺案一模一樣。呢次嘅所有案發地亦都有被搜掠過財物嘅痕跡。將所有被殺鳳姐嘅案子並案調查之後，警方好快通過查看3個案發地嘅監控視頻、走訪案發地附近嘅人們以及搜集相關嘅資料，鎖定咗新鳳姐殺手嘅身份，一名24歲嘅無業男子。2009年2月5日，警方喺香港秀茂坪逮捕咗該男子。香港新鳳姐殺手亦都終於落網，但唔知道具體係咩原因。香港警方並未公開。聽鳳姐殺手嘅個人信息，
就連佢最後嘅刑罰結果亦都冇對外公布。呢一場連環命案嘅背後，亦都揭示咗鳳姐呢個行業嘅危險性。雖然警方成功捉到咗鳳姐殺手，但對佢嘅身份同埋最終判決始終三緝其口，讓案件顯得更加撲朔迷離。而嗰啲人喺街頭謀生嘅鳳姐們，依舊喺高風險中討生活，似乎一切都冇真正嘅感到恐懼。大家如果都中意我講呢啲嘅真實案件，記得訂閱撳埋個鐘仔，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哋最想聽啲咩案件？